主后2025年3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其实我欠的是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10章25节到42节。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，讲：“老师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律法有写甚物，你安怎了解？”迄人应讲：“你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、全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应了真对，照安尼去做，就会得到活命。”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，就搁问耶稣：“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强盗，因剥伊的衫，搁甲伊拍到半死，然后甲伊放下地做引去。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，看到迄个人，就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相款，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，看到迄个人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，一看到迄个人就心真毋甘，惊活去，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，搁用布甲伊包扎，然后甲伊扶去骑家己的驴仔，带伊去旅馆，甲伊照顾。隔日，伊摕2个银仔交互旅馆的头家，交代讲：“请你照顾即个人，所费若着较济，我倒来一时回报你。”耶稣问迄个律法教师：“你想，即3个人，倒一个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？”伊应讲：“甲伊怜悯迄个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”耶稣甲门徒继续行。耶稣入去一个庄头，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，甲伊接待。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，坐伫主的骹前，听伊的教示。马大为着接待代志多，心压杂，就来甲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得忙，你若无要无紧，叫伊来甲我斗骹手。”主应伊讲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着代志多，得看虑操烦，所需要的只有一项。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，无人会当甲伊抢去。”其实我欠的是，伫福音书的中间，通看到真侪无共的性命处境，有的人破病，有的人受鬼附身，有的人失去信心，有的人受藐视，有的人着趁中昼去抢水。面对无共的性命处境，耶稣基督总是用无共的方式妥善回应，改变人原本无奈搁艰苦心的处境，互人得到医治，得到透放，信心重建，会当带着主的话语，勇敢继续向前。因为人的性命存在着无共的变数，咱显然无法度用同一个公式带入无共的性命，搁期待人人因为安尼行往幸福，也是无限的永恒。虽然安尼，伫各自无共的性命处境中，人却会当因为福音和主的话语，得以行往平安的终局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，有一位律法教师来试探主耶稣，提问应该着
做甚物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反问讲：律法有写甚物？你安怎了解？这个钻研律法的人随时讲出正确答案。耶稣肯定伊的回答，指出照安尼做，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虽然律法教师一生钻研摩西的律法，却毋捌伊的真义。为了表明家己有理，佮追问耶稣：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因为安尼，主耶稣对伊讲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喻，佮对伊讲：你去，照你去做。有偌济时阵，咱也亲像迄位律法教师，虽然是读圣经，却无活出信仰见证咧。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和门徒继续行到下一个庄头，一个名叫马代的妇女接待耶稣。马代的小妹玛利亚选择来到耶稣的脚前，安静听主讲道。马代为了款待主耶稣做真济准备，却因为爱做代志多，心内忙乱，忍袂住向主耶稣抱怨小妹毋来斗相共。面对马代的忙乱处境，主耶稣予伊一个教导，就是坐落来详细听，认真学习。有偌济时阵，咱也因为代志多，就选择忙碌，却毋知爱静心聆听主的话语咧。这两个咧，显明上重要的是上帝话。伫生活中行出上帝话，也伫安静中领受上帝话。但是聆听上帝话，甲行出上帝话，减也毋是咱逐日生活中上欠缺。伫一日的中间，有工作的时阵，也有休困的时阵。伫休息的时，咱通选择倒点碰椅顶来对击，也通选择阅读上帝话，将这段甲上帝会晤的时间分别为圣，期待圣神运行，互上帝话语成做咱的灵粮。拄亲像圣经所讲的，人的生存毋单单是倚靠食物，是靠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。上帝所赐活命，这首台语圣诗的歌词写讲：上帝所赐活命，为互我心勇行，互我为听你所爱听，也行你所爱行。上帝所赐活命，为互我心清气，互我为伫趁你旨意所行，照你指示。愿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的力量和祝福，也愿咱顺服主的旨意，行伊所爱。默想伫一日中间，倒一寡时间通分别为圣，来安静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伫一日的中间，倒一寡时间通分别为圣，来安静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愿你的话语会当进入我的心，成做我生命的灵粮，互我更较明白主的心意。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